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黃平仁。你敢有咧用小紅書？你掠做無在地經營，無通啊管轄。拜託協助調查，你嘛無愛插話，所以甲你封鎖1年做處罰。其實安尼會得失着使用者，政府嘛無理法。今仔日來討論小紅書。來，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刑事警察局早期犯罪防治中心主任張文元，大家好。那麼第二位，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鄭文忠，主持人各位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時代力量秘書長林義嫣，大家好。那麼第四位，科技新報專欄作家林秀明，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中國的軟體社交媒體小紅書，牽涉着台灣千外件的詐騙，說無愛配合來調查，所以台灣政府甲封鎖1年。有國民黨的立委質疑政府是針對着中國，其他的社群平台的詐騙呢，佫較濟，咱哪會無禁？內政部表示，別個平台攏配合台灣的規定，干那小紅書無咧甲咱信道。2013年，佇中國上海創立的 App 小紅書，內容分享清查、偽裝甲生活等等。毋但社群平台，嘛結合電商的功能。佇台灣的用戶有超過300萬人。毋過經過國安局專案的檢測，發現15項指標全部攏無合格，甚至從113年到今，涉入詐騙的案件已經有1706件，造成的債務損失要到2億5千萬台票。政府下令把小紅書關起來1年，是引起討論甲部分的民怨。有一些詐騙案件沒有辦法配合政府的追查，另外也是還有一些資安的檢測並沒有合格。那我們尊重內政部的決策，也表達我們的支持。不過國民黨質疑講，台灣去年訛騙500億，過去30天通報疑似詐騙的信息總數超過7萬多條。甲其他的社群平台來比，小紅書恐驚連前3名都排袂到。質疑政府是掠細漢的放大尾，選擇性執法。很多涉詐的嚴重性遠高於小紅書。為什麼詐騙網站不先下架？為什麼釣魚網站不先下架？為什麼這些涉詐情況還嚴重的就沒有問題呢？包含連 TikTok 這樣的平台，在國內處理詐騙的時候都願意配合，但小紅書裡面的詐騙呢，這樣一直已讀不回，然後在台灣也沒有落地的狀況之下，只好祭出這個限制接取這樣的一個措施。劉亞華講，即馬支持小紅書，就是支持詐騙。新北勇表示，目前的手段是照朝野共同修訂的打詐專法來進行。佢講小紅書核心的問題就是袂當查，所以政府才會做出停止分析、限制接收的決定。這些呢都是在打詐42條的條例裡面所規範的範圍之內，我們是依法行政，從來不管台灣的法治。那這樣子的話是視我們的打詐這個條例於無物，這樣子的一個小紅書，值得我們去支持它嗎？當然不值得。內政部長劉世豐強調講，今年10月14都已經透過海基會函請小紅書母公司提出具體改善的作為，不過並無得到任何的回應。強調台灣是法治的國家，敢來當以早期犯罪防治緊急事件來處理。記者綜合報道。真濟觀眾朋友可能唔捌什麼叫做小紅書啊，哈，少年人用較濟，但實際上伊的滲透率真懸，這頭一個，所以咱來討論這有伊的意義。不過，他都你看新聞當中，國民黨的這立法委員就講，你其他的這個釣魚的網站啦、詐騙的平台，你無先甲關，先安怎甲關這個小紅書？你就是針對中國。我要先和這個主任來講一下吼，咱是安怎有要來先甲這個小紅書？咱唔是甲關起來，咱是限制伊的流量，吼，互伊會當吼，甲咱來協調，是這個意思嗎，主任？其實吼，要甲主持人甲大家觀眾報告啦吼。其實阮做這些處理是依據吼詐防條例42條，因為詐防條例吼42條其實伊內底吼講較足明顯的吼，我甲大家報告吼，伊就是講為了處理詐欺犯罪防治吼，
緊急案件，其實這內底主要是講緊急的案件，及時防治讓民眾去接觸詐欺的網站。所以呢，這包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甲咱司法警察機關，我哪剛剛有及時處置的必要時，我們就可以令網際網絡去接取服務提供者做停止解析，或者是限制接取的處置。其實這內底主要就是講，阮做這處理其實就是按緊急案件。哦，緊急的。對，嘿啊，因為今麥阮甲弄門伊都無愛插你。對，嘿，就是講，因為其實阮就一直在請伊看會在做處理以外各請伊做回應，因為都不讀不回，都沒有去做回應嘛。所以呢，其實所謂的這個比例的部分其實可能大概都有小可誤會其實針對這所謂的像我們溫今麥有4大業者、7大平台嘛其實他們這些平台跟他聯繫，請他去做相關的設詐廣告的案件，要去做處理，包括遭詐騙的案件，你要怎麼來協助我們調閱、提供我們資料？其實攏真配合，攏就攏有配合啦攏有配合啊。其實講這個政府機關，他們如果不配合，政府機關也會把他約談過來，也會找他過來，他也會過來，也來做說明。我們也會給他很大的一個，就是說希望他要怎麼做。所以呢，其實這個比例上可能有小可誤會講比例不高。其實我跟大家報告這個是分2塊，一塊就是講我們是主動去收集設詐的廣告件數，在這些平台、網絡廣告平台業者，這4大業者的部分，其實講真的這內底大家可能看到就是講，Meta 廣告含臉書、IG 跟 Threads， 然後像 Google 有 Google 聯播網跟 YouTube。然後像 LINE 的話，我們就會主動會去搜尋這個設詐的 LINE 賬號。所以可能有的大家可能誤會的講，這個我們收集的結果，較濟啊。對，我今晚也是講這個收集是在預防，我們就已經開始收集，不讓它放上去，來防止民眾叫它趕快下架。像比如說剛剛講 Meta 廣告，我們就收集了20萬3000多件。所以可能有人誤會。伊袂認為要被起你就來個抓起來。起你以後，刑事警察局跟各縣市警察局，他都會一起來收集，會通報，然後呢，希望這個 Meta 公司你要配合把它給下架。這個保證公在預防這個前面的預防。今麥是講，我們告訴大家講，今麥小紅書它遭詐騙的案件數攏總是1706件。其實這個不是在預防，這個是已經是發生啊，是已經發生啊。那其他的伊發生偌濟件，所以其實我跟大家報告其實其他發生已經發生案件按我們統計公斤嘅其實小紅書的比例，它也佔了0.5%，它也佔了全部的0.5%，但這裡面有一部分是其他，就是說數字不高、比例不高的。所以我今來講比如講Google 的內底。它總共是2800件，它跟1706件其實也不會相距很遠。它也佔了0.8%。Google 使用率，小等秀明老師也當小來講。是，所以我講這比例可能大概有小可誤會，就是講，其實講真的是講，是已經涉及詐騙成案的件數跟財損。我聽起來我是感覺講，就叫你來，緊急的時陣，甲你弄門，你咪小甲應者，無愛插人。對吧？今晚就講，因為我要甲你調資料都沒有辦法調。被查嘛，無法度查，對哦，這是上嚴重的問題啊。這是頭一個。再來要請教田老師田老師，你有贊同這種手法，還是講還有其他的方式，有他對伊來做處理？田老師，那安尼來講啦，詐欺的問題是犯罪的問題嘛。咱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警察本來就會使知影犯罪情況，就會使先調查，以後呢，再甲調查的報告，犯罪情形甲迄個證據，甲檢察官報告，迄本來就是司法檢察官有這個權力，刑事訴訟法229條到231條，攏有做這明確的規定，而且呢。配合這個規定的閣互咱的警察有一個會使約談通知書，會使約談業者來。聽講伊攏在台灣攏無代理人的，就是這拄則講主持人講到的就是這條，咱詐
詐欺犯罪危害防治條例的29條的規定，咱政府嘛毋是講去找小紅書的麻煩，就是伊就完全無愛配合咱政府的管制這個規定，就是無愛佇咱台灣呢，莫講分公司啦，一個代表人嘛無啦。要若有啥物問題，要找安怎講來對啊，要改善的時陣嘛無法度提出任何的這個改稅嘛。所以講咱這嘛是講是不得已的做法啦。佇即馬即只主持人嘛有問到講迄個丁主任嘛有提到講迄個規模的問題啦。即擺咱上主要的問題就是咱即個規模的問題，拄則迄個國民黨迄個啥物鮑博士，迄個立法委員嘛講動紅聲，講啥無迄個啥物詐騙釣魚網站，那無愛先甲伊關起來，就全世界講即個像像後面的數位服務法也是安怎的迄個規定啊，攏有相當的規定，愛有一定規模以上的，因為安怎？國家的公權力無去對付迄個愛先用較，因為網絡世界遮大，就敢咱現實的社會。一人對眾人啊。係啊，就是愛講較規模較大的有啊。愛先處理。危害較大的哦，應該愛優先來處理才對啦。而且是安怎？咱即擺上大的問題就是講，咱愛政府應該緊急來趕緊來。將迄個伊即條的施行細則來公布，安怎才所有的一定規模的規定？咱舉一個來講，德國人8000萬8200萬，咱算8000萬就好。因的規模就是登記註冊200萬人，就是有一定的規模，就差不多因的。人口的8040%，40%，咱當台灣能算2400萬人。小紅書差不多登記的人差不多有300萬。300萬啊，就是安那1/8。但是是德國人的咱是啊，伊的使用者是德國，伊德國的標準是5倍。德國是安怎？德國會使雖然講伊嘛有受管制。網絡詐騙的買物件的，嘛有管制迄個所謂不實言論。德國人的較濟都是規甲迄個啥物甲納粹的啦，講納粹無即種代志的，伊無殺猶太人即種的仇恨式言論的即種的規定的當初因的規定是安尼來的，毋過隨着網絡世界轉變網絡世界轉變即個趁錢的用詐騙的手段來騙錢的，全世界攏有啊。所以因的迄個這個那是因的國家較大，標準因個標準比咱台灣的標準國較嚴，咱台灣即擺是講而且因還佫有相當的規定，講迄若是有安怎講無配合，還是說無改善，還是安怎你若是有趁錢的，就講迄個大的世界迄個什麼Meta 啦，Google 啦，還是啥物 Amazon 這種Amazon 是買物件嘛公司，因是處罰是安怎？全世界一年的行銷營業額的我唔記是5%還是10%啦。哇！真正無。個罰啊，咁提着。你就莫來阮遮個做，你來莫來阮後面做公司嘛，做營業嘛，歐盟嘛是誠大的市場啊。所以這其實看別人就想家己吼。咱即擺做法是安怎？就說真係要，咱較可能愛法律上愛討論，就是咱即擺是用時間換取金錢啦。雖然安尼講嘛，毋是誠適當啦，就是講，即擺愛緊就愛做誒，就是講，咱誒施行細則愛緊家定出來。即小單位來問主任講，你哋施行細則啊，當時會出來吼。就我來聽秘書長吼，秘書長，恁誒立場也是認為講，這無符合比例原則。愛管制啦，我簡單講吼，愛管制。
但是你要有法律依據。我來甲講較詳細。其實這講起來，這刑事局嘛是真拍拼啦。所以講責任唔是佇因的頂頭，我是安尼講。因即個用的叫做42條嘛。咱42條佇迄個打詐條例咧立法的時陣，伊是要處理咱詐騙案件緊急的防制。什麼叫緊急防制？有人咧賣物件，這是假的，這是謊的，咱叫做一頁式詐騙，也是叫做釣魚的網站。但是咱看到這款網站，要安怎？咱敢有可能佫經過專家來審查開會？唔是嘛？就甲斷。好，伊咧斷有兩種斷法，一個叫做限制截取啦。限制截取，咱講的就叫做迄個，這個唔是用限制截取，這個叫做限制解析，就是咱講的，咱一個網絡網站有一個網址嘛，這網址的翻譯叫做伊的迄個 IP，這個叫做限制解析，就是互伊連袂了，但是你若個設位國外去就 OK，伊其實這個用這條是無辦法的用法，是安怎用這條？這條。一開始咧設計是來對付咱講的這款假賣啦、賣無好的物件這款的詐騙網站嘛。但是咱若是對着講這叫做網絡的廣告平台，有一定的規模，用的是這叫做39條。這39條是安怎講呢？佇這打詐條例內底有一個27條，伊講你若是一定規模的這個大型的網絡的廣告業者，就是咱講的這叫做社群的媒體這款的嘛，你講像面冊啦、Thread啦這款的吼，伊愛來註冊代表人嘛，頭拄仔張主任來講的。好，伊若對27條註冊這代表人了後，伊就會入來39條。39條是伊的法則啦，意思是講，好，你若來註冊代表人，我會當甲你罰錢。罰錢佫無來，我來罰愈濟。罰愈濟了後，你佫無要甲我插，我就會當甲你封鎖，是39條。但是即屆想那無法度用39條，你甲看刑事局所有的新聞稿，一個字都唔敢講到39條，因為這條個也未施行啊。這條伊有規定講愛創啥？所以我小等互你馬上來回應吼。這講啥呢？只要有一個專家的會議，愛來講標準，安那程度叫做重大性。就是講，你攏無愛甲我插，我叫你是代表人，你無愛落地。所以秘書長，你的意思是講，你有意見的所在是講，你哪攏無開會，無專家來審查。因為這個會的辦法也未定出來啊。所以這個辦法應該是誰定出來？這是愛司法部啊，所以因是背黑鍋。我才講，你看伊頂頭頂到這型的，你無看？來，這司法部愛用的。我請主任來回應一下。是啦，迄秘書長講的無唔對啦，就是講像之前阮老師教授所講的吼，27條吼，迄是一個規模啦。其實這部分是相關的主管機關的部會，它的執法要去定出來，你的規模到底應該是到多少？你愛按那管理安尼啦。至於說吼39條吼，阮無法度處理，就是因為伊就唔肯來嘛今嘛來講，其實阮今嘛對於這4大平台、4大業者、7大平台，其實阮已經有做裁罰，因就是有來回應啊。有發過嘿，阮其實阮對於他的裁罰就是講，阮到今嘛為止哈，阮今年4月、5月時候，其實我們有針對他的 Meta 廣告，好，它有39則。他沒有依據《詐防條例》裡面的規定，你要去揭露托播者跟出資者這些資訊因為我們收集到嘛，把這個證據提供出來之後，我們函發給數發部要給數發部去做裁罰去裁罰以後呢，所以其實這部分呢其實 Meta 他已經繳罰款1600萬台北市伊嘛就領金呢，伊嘛有去做那個收報，內底有詐騙的廣告甲伊講你當時愛下架。其實因馬龍沒有照那個規定期限內下架，所以因馬把這部分給數發部去做裁罰。數發部到單無處理。我跟你講，罰錢攏無問題。咱看這第2項，伊講你若有一寡違反規定你講無配合政府辦案啦，是講下架一寡詐騙廣告，罰錢攏袂要緊，閣限期改正，限期限內你愛改正。但是你若到期限你無改，我若要甲你封鎖，我愛講。數位經濟主管機關愛召集專家會議來審議，講
是毋是愛斷網？但是這個會議的組成甲辦法，所有發布定無出來。所以我頂禮拜我甲敲電話去司法部甲問，啊，恁這個會議的規定定啊未？啊未。所以伊即馬對這平台，你有來設代表人的，罰錢攏 OK， 還可以按次處罰，這張主任攏誠清楚。但是你若要到進一步，你要甲斷網，要甲封鎖。你要有專家會議，啊，即馬麻煩就是卡佇你專家會議所發布會議的規則也未定出來。就你安尼講，咱即馬甲停止，所以只好用42條，用42條，就是會較喘啦，安尼聽有無？會較喘，會較喘，就是講你會問講，用42條是毋是真符合？啊，照講，你若要標準是愛用39條。但是這算做內政部。加承擔嗎？是啦，你嘛會使說，我攏是感覺講刑事局是吼，因攏背黑鍋來，就是講。這嘛唔是烏定呢？這講起來嘛唔是烏定。我上後補充一點就好。迄個民進黨的這沈伯洋委員嘛，2天前伊嘛佇伊的面冊講，伊講即個防這用詐騙的這個打詐專法是不得已啦，因為講真正的問題是伊的國安甲統戰嘛，但是咱即馬找無。其他的法律工具，干那打詐條例42條，會當小鎖着伊的邊啊，就較賴。伊嘛講甲真白啊，白話就是安尼，這刑事局一定真清楚。國安哦，我來請秀明老師來講一下，這小紅書伊真正要緊的所在是在哪裡？啊，敢是刑事局就會當處理的代誌？我是感覺吼。其實這小紅書吼，應該分兩個方式來看啦。第一就是頭拄咱講的迄個詐騙，吼，迄是騙錢的。第二項就是國安的問題。吼，其實我感覺其實國安問題，講冇啦，佫比迄個詐騙的代誌佫較大條。吼，因為咱先講第一，咱先講吼，伊講咱安尼甲管制吼，講吼做侵害言論自由。我先講吼。境外的迄個 app， 伊本來就無權利佇咱的國家用咱的資源，然後唔免插咱的管制，這是無可能代誌嘛。伊講好啊，迄個中華民國憲法有規定，在一條講人民有言論自由，就講迄台北市長蔣萬安，毋是咧講啥物咱反共反啊，家己變共產黨。共產黨是講因的人民袂當反正是犯法的哦，但是咱用 VPN， 咱有得一條規定講，咱 VPN 袂當用 VPN 出去，無啊？啊，你也要出去，你也要用 VPN， 你要去中國啊，你要去北韓啊，你也要去俄羅斯啊，去歡喜落啊。反正到尾出代誌，你到時陣你都唔愛來報案講吼，講我佇北韓啊，我佇迄個。俄羅斯啦吼，向騙偌濟錢，啊，然後走去甲新事個佇遐咧靠講我騙偌濟錢，迄是你家己要去的啊，你怪我嘛。但是驚仔是伊別個國家的網站走來咱遮哦，所以本來伊佇國外就無受咱中華民國憲法的保障，哦，就講你袂當講咱憲法第10條內面有一個世界人民有世界行的自由，我講好啊。你既然講恁中華民國第10條有世界行的自由的話，啊，一個外國人要入去咱對咱的機場，伊講我就要無簽證，我嘛要入來。你看倒一個國家唔免簽證會當入來？迄即個方法干那保障咱中華民國的國民，哦，無保障迄個別個所在哦，這是第一點哦。第二點就頭仔主持人講的，講國安問。伊毋是講錢的問題，就是國安問題吼。我是講吼，伊即馬伊即個 app 吼，伊是叫伊第一名，伊是15項司法部甲測試攏無合格，這是第一名。15項啊，無一項合格哦。其中包含講伊的迄個啥物剪貼簿吼，迄個你的照片哦，你佇網絡啊，感覺就即個照片就新鮮的，對不對？啊，就講我甲登錄落來，甲迄個剪貼簿甲。卡落來，你卡落來，我問你哦，你卡落來，你也有一天你是卡到啥物小熊維尼啦，這個包子就好食，
包仔的照片啦。啊，我問你吼，啊你這表示啥？表示你啊內面有你的手機內面有小紅冊，中國嘛會知影。你以後入去中國，可能會出代志哦。哎呦！咱今麥國委會家己的規定哦，咱今麥平均一個月有9個人。哦，你看即麥12月吼，即麥是今仔8號嘛，對不對？你若講30%，即麥差不多就已經有3個人。對12月即麥1號開始哦，3個人就已經用中國扣起來。哦，啊，你想法中國哪會知影咱有個人講你這是反動分子啊，是講你有啥物有誒無？伊遐資訊對來，這是毋足現實？哦，你感覺而且吼，這9個人扣起來吼，可能講毋是像講哦，像講咱好朋友許建龍老師迄種誒，對不對？迄種人袂去中國啦。啥物人會去中國？攏是感覺啊，我平常時無咧插政治啊啦，吼，我甚至伊感覺伊是親中國誒，甲這種人會去中國。當然嘛會對啊！你無看迄個傅昆萁伊帶隊，結果伊迄個訪問團嘛，一個去香港去互扣起來。你含傅昆萁去落個去互扣起來。但是老師啊，伊這15項資安的檢測都無合格，啊，咱嘛無違法。啊，其實所發布這項代志是足嚴重的，因為你15項，你想看覓吼，你15項無合格，這表示你用這個軟體吼，你的手機內面資訊就愈濟迄個中國知影，愈濟迄個中國知影。啊，咱即馬有法律有通好甲他管制無？即馬有倒一條，你要管制啥？這1225無立法啊？無。治安的問題，即馬無法，即馬無法啦，就是無法。我先和老師講一下，好無？無立法就對啊。即馬咱的資訊安全管理是不夠。咱20賴清德總統佇做行政院長的時陣，有要推動像後面這種的數位服務法。你講的是天賦年間啊呢？係啊，2022年的時陣，數位中介法。有人講是要數位審查、網絡戒嚴，所以呢，攏停起來。所以說，即馬是無法通管。啊，毋過咱現在世界上的國家，歐盟啊，因有一個講法，因為數位10年立法。啊，數位10年立法，因伫個差不多2019年開始吧，還是閣較早，我無啥清楚。啊，毋過因即馬有2個重大法案已經成過啊。好咧，歐盟數位服務法 DSA 啊，閣有後來歐盟市場法、數位市場法 DMA， 攏是佇針對這種大型的，還是超大型的。這攏因為卡着中國這個因素嘛？啊，因中國因素甲因較無。較遙遠、較無關係，因是針對世界性的、全球性的。咱嘛會當針對世界性來寫一個嘛？對嘛，咱當然嘛是安尼做啊。啊，毋過講拿別的認為講，咱毋是針對中國安尼啊。我是安尼講啦，吼，我無針對特別人啦，吼。詐騙集團啦，吼，講話講一半，無講全部的，迄嘛是甲詐騙集團無啥物無相像啦。你了解我的意思無？詐騙集團就講似是而非。一半真一半假，迄嘛是詐騙集團宣傳的宣傳的手法啦，迄就上有效果的啊。一般民眾袂去詳細去了解這種的情形啊。咱刑事局就變做無武器、無法條啊，通好來處理。啊，若拄着什麼代志，完全你攏無法度咯。哇，即馬所以即馬用詐防條例，其實內底針對詐欺的部分，我哋盡量會去用這個詐防條例來去防止詐欺。其實我是剛剛講吼。我先回應，就是講都加阮那個副社長所講的吼，就是講國安局檢測出的小紅書的 APP 15項的違規態樣了吼。其實我剛剛講愛是愛互大家了解一下，這是什麼物件？其實這部分哦，大家小可看一下吼。這部分就講上，它有分3大項，一個是吼個人資料收集，吼啊，另外一個是系統權限與儲存。甲第3個就講用戶權利與條款，其實大家來看吼，你
你的通訊錄都被收集走了，啊，你敢袂驚？啊，另外呢，你的裝置裡面的儲存的空間，你馬上可以收集走了。哎呦，你敢袂剛剛講啊？你根本就是講你所有的資料都可以看了了啊！啊，這內底若是講你的隱私，那其實很嚴重。還有包括如果說，你有一些比較是屬於親密上的一些資料，是不是也都被人家給竊取了？所以我剛好 Kiss 這個就是在國安局這一次因底7月中旬他們所公告的，最後去檢測出的，它有15項，這15項其實都違規啊啦。但是我剛剛講好，都主持人所講的哈，就講其實我們針對詐欺，我們就是針對防詐來講好，其實我們針對的是 APP 的各項各，就不光是我們國內國外的 APP 的一些軟體，我們只要是有涉及到詐欺，其實我們都會去做管理。但是講這個就比如說。那個像相關的 APP， 好，包括也是屬於中置的 APP， 其實你講 TikTok 其實在美國、在英國，好，2022年、2024、2025也都有做一些相關的管制，比如說美國的德州，也給他們禁用，像英國2023年也都有在管制。而講真嘅，其實就以小紅書以家己在大陸今年的9月11號新聞，其實大家也可以上網去查看看哈，其實。9月11號，中國國家網信辦因有通報，就講小紅書它沒有落實資訊內容管理主體責任，它只是說被熱搜榜頻繁出現了有炒作明星的動態，還有瑣碎事情的不良資訊，破壞到了這個所謂的網絡生態的問題。一個經過小紅書哦，小紅書當天就發出公告，它。立刻按照要求，第一時間成立工作小組。你講真嘅，你這個都已經是屬於這種東西，那你針對詐欺的部分，那更不得了。所以其實我跟你講，我們還是回歸到。所以你迄種，像我讀給觀眾朋友，那15項迄種，我讀給觀眾朋友聽，即知影講你咧用小紅書的人吼，愛注意個人資料的收集，甲系統權限與儲存。用戶管理與條款這3項吼，這3種，你什麼位置？你的通訊錄，你的這個停息的清單，你用什麼停息的清單？收集設備的參數，個收集你的面部的資訊。哇喲，夭壽！毋就去中國攏叫殺去。過來收集的剪貼簿啊。就是咱咧 copy 物件。係啊，我頭拄就講啊，你啊 copy 一個包子啊，好看啊，上上維尼啊，古錐啊，厲害啊！你要入去中國的話，我看你是可能嘛用。哦，這收集的截圖啦，你咱甲這個圖面甲感覺這個會使個雜片，伊嘛知影咱的資料。伊嘛知影嘿。哦，這是個人資料的，吼另外是系統權限與儲存，吼獨處。裝置上儲存空間，就是咱看佇頂頭的，你儲存什麼物件，攏甲你知影。哦，未啟動時陣上傳非必要的個資，哦，這就是咱的信用卡啥物件攏佇遐，這厲害，哦，買命，阮某攏咧用小紅書。這以後唔通去中國，我真正過度填寫個別資料，向第三方 SDK 共享個資。老師，這 SDK 是什麼意思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就是講吼，咱用小紅書吼，咱 suppose 像法律吼，咱使用者加小紅書兩個去用，對不對？因為我用伊的，我用伊的軟體嘛，所以。應該是恁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干咱兩個爾。但是伊會甲咱內面的契約，就是講，咱允許向第三方，第三方的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就是伊個伊寫軟體哦，其他的迄個 app 吼，會當使用遮的資料，會當提起。伊講嘛，還有中國共產黨啊，什麼人民解放軍啊，你嘛毋知伊甲你的資料摕去對。伊個甲你可能甲你摕去賣啊，係啊，有可能啊，所以提供服務嘛。所以
主安咱一定講哦，像我甲李宗盛、林宗蘭教授，阮以前寫的所謂國土發揮者，其實阮同重要的是咧這項國安這項物件吼。其實我問你，你遐資料全部攏互迄個小紅車摕去啊吼？我問你啊，伊會當摕互其他的詐騙集團無？伊繼續賣啊！伊無啦用。無啦，毋是本身小紅車的啊！伊講嘛啦是賣台灣啊，是賣什麼迄個新加坡啦、印尼啦，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遐爾濟，凊海皮啊用迄個所在來騙你啊！哦，所以這項的物件，我真都感覺這個物件比咱頭拄仔講的迄個騙錢的代志哦，更加嚴重。因為你真的你錢較好解決。我問你哦，你啊假使咱。我甲伊講哦，迄毋是台灣，你也因為你的言論，互中國無歡喜，你毋是講你無去中國，你就去用國去啊？就講迄個泰國迄陣的迄個桂綸海是嘛？迄一個瑞典的公民，伊佇泰國嘛，迄個中國幫拖等於中國咧。所以你啊以後佇中國的好朋友國家轉機，你家己就要小心咧，因為你全部的資料攏互中國共產黨。全部攏知影。老師，你要陶傑注意哦。要放心嘛，我就是我這邊來分享我家己的經驗嘛。無，這上後尾一個紅包導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位置，這是什麼意思？這個意思就是講哦，伊已經查出講，你啊，假使利用小紅車的話吼，伊會對伊的軟體內面，伊送訊號。送迄個資訊，伊查迄個伊迄個位置，就是講，我即擺伊迄個紅包就是你的 mail package，你的迄個，就是講你寄物件的物件，就是你的資訊。伊即擺咱的 NCC 已經 detect， 已經證明講，你啊確實用小紅車，你的手機會佇你無同意的情況底下，一直送你的訊息。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某一個所在，但是因為佇因國家內面，咱唔知影，但是我會當確定，這個物件已經流行，我已經就是有迄個實際的證明，會當證明講真正對你的手機有資訊，會當真正流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哦，咱時代力量對這項代志，我完全了解，這我來講啊，這非常清楚。這唔那干那小紅書啦，咱講的真濟中國的咧家電產品嘛，你講像小米的手機，吼掃地機器人，這封包叫做 packet， 意思就是講咱網絡咧傳物件，你甲像咱咧搬磚啊啦，紅包就是網絡資訊的一個磚啊，一個一個。啊，啲中國的這個物件有真濟攏有查到，咱會啥個查？咱會看伊的網絡，看伊的物件，甲咱的資訊送去倒位嘛？啊，這唔那講干那。像迄個簡單的一粒迄個監視器咧。有誒有啦，因為這攏有人咧做研究，就是講我甲摕來嘛，我甲買來，我甲連網絡，啊我看伊會偷偷送物件，送這 packet 這紅包去，唔知影下一寡 server 伺服器無？啊真濟，這毋是唔單單台灣咧查，全世界各國的資訊專家攏有咧做這方面的研究嘛，所以講伊一定人攏有掠到，就講啊，伊會偷偷甲你的紅包。送去中國的一個 server。啊，這小紅書特別嚴重。小紅書有啦，因為這應該說中國的家電，也是這網絡的服務，會做這款代志無奇怪，因為這是中國的法律規定啊。中國的法律規定講，你若是中國我咧管的這個企業，你有一個責任，依中國的國安要求，你愛甲你的使用者。你知影的代志，資料通通互我。這是中國的法律明文規定的，這是有，所以這唔拿小紅書，一寡中國的一寡監視器也好啦，你講什麼掃地機器人，甚至手機，攏有這款。所以伊遐出來物件攏即體的。這真注意，這是講有這個數位中介法或者講數位服務法嘛，這是講這有需要，因為。咱有通，譬如講咱手機啊，某一個所在甲禁起來。你禁袂起來，迄愛你用你的手機啊，你。是啊，你。一開始安裝小紅車是你已經同意啊？這第啊，伊為的是藏佇手機內底，你無入去，你無法度看到。你用你的 app 根本伊袂甲你講啦，對安尼啦，這是安尼。啊，所以中國的資訊的產品，對應體到
迄個所謂軟體吼，其實攏有這樣的代志，但是小紅書是15項吼，全部攏違規啊，叫伊第一名。其實其他的中國的產品嘛有這種有加減有，但是無像小紅書遐尼嚴重，15項全部攏違反。啊，鄭老師，那是像德國啊、歐盟啊，因應該是對這種物件真敏感的。對啊。啊，所以因的管制唔那是真嚴咯，因的管制嘛，無是講，唔是講一體同仁啦，啊，當然因有做分級啦，啊，有做所謂的分級啦，啊，因為因佇拄則我看一個是差不多2022年的時陣，有一個德國有一個數位執行法，嘛有人講是數位強執法啦，哈。啊，不過我無愛講遐，無遐個啊，沒有那麼強烈啦，強制啦，啊，無沒有那麼強烈啦，就是網絡數位執行法啦，哈，因為分級嘛，有分級嘛。那主要的就是因為網絡的世界就甲現實的世界共款嘛，嘛有針對青少年的保護的嘛，嘛有針對啊，德國也有所謂的假消息嘛，也有錯誤資訊的情形嘛。特別是講，伊2015年、2016年以後，因的移民增加真濟以後，真濟誒錯誤的訊息，就是針對移民政策的這個部分，所以因就嘛有針對這個網絡世界嘛有做分級的規定啦，哈。啊，對分級的規定的話呢，就會就是講實在不是講。因為安怎講呢？因為這對國家的公權力來講啦，哈，科技巨頭的迄個網絡世界的權力啊，哈，說實在的哈，不會比國家公權力小啦。因為掌控的力量不會比國家公權力小。警察帶領的家呢？不啦。啊，你若安尼講的時陣哈，所以講呢，這個時陣啊，你若哈，不做一些分級的話，哈，可能會產生。你無法度處理。你無法度處理，你要講力量有沒有啊？愛集中。而且呢，也要賦予這個平台自己一些這個自律的這樣子的權利，也要當然也會有所謂的哈，因為最怕的就是說，因為西方國家很重視言論自由嘛，除了是購物平台以外，還有社群平台嘛。社群平台就是比較重視是言論自由的部分嘛。那如果言論自由的部分的話，難免會出現錯誤情況。什麼樣錯誤的情況？我的言論我並沒有惡意，我的資訊是真實的，但是就是被錯誤的刪除了。那這種情況下呢，也要給他們一些救濟的機會，也不是說一味的管制一味的要求，那另外一方面也要一些權利救濟的。但是咱台灣的情形其實有小可特殊。嘿，咱台灣的情形就是因為就是迄兩字啦，就是見人就感覺愛叫啊。係啊，但是實際上，恁咧執法的時陣，注意，恁咧執法的時陣，這個詐騙來自中國還是世界各國的，其實應該攏差不多手法吧？還是講差不多啦？其實攏差不多，這其實講真個吼，詐騙，因為我本身站在第一線打擊詐騙，我已經25年啊，我對89年進入刑事局，其實我就開始強力的打詐，其實這內底伊個歷史我就了解，所以其實這問題就講，當初我發生開始還無遐嚴重的時陣，其實迄陣機房伊攏佇國外，佇福建沿海，吼啊。到差不多94年、95年，人到菲律賓迄邊。其實這個時候，阮就是希望講大家來做伙來合作，對，合作啊。所以安尼規啊一直演變下來哈，造成是全球的問題。其實變成講，所以我們一直在呼籲哈，你要讓我們那個加入這個國際刑警組織哈，因為其實阮就這些刑案，我們都是最楷模的破案。你看近幾年，阮 ATM 那個自己吐槽一個案件。在世界上把我們台灣當成是一個標杆學習啊，但是你在那裡你沒有來，我們提供給你情資，你不愛去爬，最後是其實你會受害。所以這個詐騙的手法，講真個，阮今嘛阮的分類哈，我們也想辦法哈，因為其實阮這部分
部長、書長、甲局長就重視的哈，所以我們起碼在我們的165打詐的表板來對哈，我們也是呼籲哈各位觀眾要上去看，其實這來對，我們每天會有前一天的各縣市的受理報案的數據，然後呢，我們也整理就是它的詐術、它的詐騙的手法，裡面的案例呢非常多，是我忘掉最新的數據，但是至少就是上萬的案例來對，其實大概觀眾都可以起來一下看，你有知影講哦，原來。他的詐術原來是這些情況，奇怪，你騙未先呢？陳主任，你這樣處理25檔，你有感覺講，你一人對眾人，安尼攏斬草除根，安尼處理不完啊？這世界各國攏共款啦，但是伊即馬工具是愈來愈多，是，還是講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啊？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啊，會變的是講工具，你看網絡、電信較早就是講電信開始，尾仔就網絡。很發達的時陣才會到全球。其實阮這當初阮90幾年都已經預見到尾仔的這個狀況，就是安尼。因為你網絡是無遠弗屆嘛，啊，你像包括現在 FinTech 金融科技的發展、虛擬貨幣、虛擬資產法，這都是一直工具產生新的科技工具，跟這個交易的工具哈。所以這其實攏會變，但是伊個本質，它的詐術的本質，甲你講拄仔講的萬變不同，其實攏是安尼。是，啊，這是警察大人的第一線吼，但是伊需要工具，所以要請教鄭老師，因為剩差10分鐘，刷3位吼，一人差3分鐘，我請鄭老師來講吼。即馬咱法律上，你互咱一個概念吼，除了伊刑事犯罪，即個詐欺之外，啊，閣有國安的，啊，閣有其他的，到底應該要有啥物懲處，還是啥物部門應該要負責啥物？就是意思就是講，人就是你台，你都要處理啦。你所謂發展部，你都要徛出來，然後內政部來擔頂，還是講其他部門嘛愛譬如講消防署，啊，你就無來登記，我就袂當互你落地啊，無你就變 OTT， 安尼這是毋是按經濟部來處理？像這個犯罪問題吼，實在講啊，毋是法務部的代志，嘛毋是內政部，嘛毋是刑事警察局的代志啦。實際上來講啊，應該是跨部會來處理的問題啦。就實際來講是安尼啦，任何的問題攏是安尼，因為任何一個犯罪問題，無可能是伊個背後的因素，無可能，毋是講無可能啦。大部分的犯罪問題，對哦，所以說是啊，你都要講經濟部無問題嘛，經濟部因的商品入台的時陣。咱商品有真濟商品無檢查啊，像數位產品，經濟部毋是嘛是愛管制，毋是嘛？像那頂一陣嘛，毋是講要國外入進口啥物物件，愛加稅偌濟，就互人罵，互人罵，對無？啊，閣有像咧講迄個咱即馬拄則講的法務部，你法務部你法律的問題，迄經濟部法律內政部就像咱即馬講的即個打詐的專法，兩個部就莫講冤家啦，兩個部就產生了步調不太好，就無一致啊吼，你話39條、42條，一個是內政部，一個是數發部。數發部愛負責施行細則，啊，數位內政部呢，無法度用42條，無法度會使用無？無法度的情況會使用無？會使用啊！意思講是我無一個更較好的方式，我才來用這個情形。所以說，即馬真個像打詐的情形有無？應該是吼，愛共同鬥陣啦吼。就是講，嘛毋是講大家大就愛院長出來主持啊，是講應該愛有一個人。一個跨部會，這個吼，這個機制吼，這是主體一定是內政部甲法務部一定愛參與的嘛，對無？啊，其他的情況啊，數發部你若講是數位事務的話，你一定數位部一定愛參，數發部一定愛有的嘛。所以說，這是跨部會代志。來簡單講啦，這詐騙就分兩，詐騙來講。頭前來出來騙的，甲收錢嘛，啊後壁是用這虛擬貨幣來處理這金流嘛，啊這就是講頭前咱處理網絡的部分，這一定是數位部愛主要來用，啊因為進前迄數位中介法，因為其中有1-2條牽涉到言論自由的部分，引起一寡爭議，但是伊即馬條文補有一寡條文的精神，
前刷去打詐條例去，但是安尼嘛無夠用啦。所以講，這數位服務法還是愛定心來討論來立法，這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是這個虛擬貨幣的金流，當然刑事局這幾年佇外部一個協助伊之下進步真濟，嘿，而且講即馬這大家看到像講這太子集團，這嘛是美國直接去動用跨國的司法力量去甲伊的迄個錢包甲扣押嘛，所以這部分攏會牽涉到頭拄仔主任講的，甲這 Interpol 國際刑警組織誒各種這種犯罪的防治，啊，這是境外金流，特別講迄虛擬貨幣的部分。啊，最後講一點啦，其實時代力量捌做過一個民意調查，阮設計幾啊種的詐騙情境的題目去問，但是我發現一個事實，台灣的人口5%到7%都是會互騙。我若設計題目1、2、3、4，第一題你看到一個網站講有咧討價，你會點無？啊，點了後是一個賴群組，你會加入無？阮一步一步甲問，問了後阮設計有感情詐騙的、投資詐騙嘛，有購物詐騙，都是不管倒一項攏有5%到7%的人口。啊，你若以台灣的會當投票人來算，成年人好5%就差不多70萬人，7%你就共伊100萬人。所以講是安尼騙袂了。就是有一寡人伊的狀況，唔管是講伊的生活的條件好，還是講伊的心情也好，伊有這款脆弱的，容易受到詐騙。所以講，其實詐騙有一個真重要是這個宣導的部分。那當然，這幾年刑事局吹了真大力，這嘛是咱家肯定的部分。所以就以上3點，甲大家做分享。是來，秀雲老師，我是講吼，像我頭仔講，咱因國外的軟體入來咱台灣。伊使用咱的資源，就講咱的 infrastructure，就講咱的 DNS， 咱的迄個，就講即屆講要甲斷的是因為是 DNS， 就講你啊，咱即馬甲小黃車甲禁起來的話，你也要台灣人，你也較屬硬要看小黃車，你會當去啊。阮無像中國講吼，阮是會甲你處罰啦，你反常啦。啊，你也要去，你就家己去就好啊，吼。咱袂甲你處罰啦，所以咱甲中國本來就無共款啦。因為伊來台灣是使用咱的資源，所以咱本身就有權利去規範伊應該符合咱的物件。像講，咱頭發迄個主任講哦，伊迄20，阮細漢的時陣哦，迄詐騙，迄敢若金光黨啊，講啥物摕啥物錢啊，迄個石頭甲你換，迄個。太 low 了啦！咱即馬吼，因為科技的關係，即馬攏變網絡啊，迄我來講吼，愈來愈厲害，以後閣有 AI 詐騙，我甲你保證。用迄，反正即馬做影片足簡單的啊。以後的遐有誒無的吼，迄我甲你保證，迄數位的已經會愈來愈濟。吼，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的吼，外國人的代理法。這一定愛貴，為啥物？咱雖然即馬有反滲透法咯，但是咱是規定是啥物境外敵對勢力啦，佫愛證明去國外找伊控制，佫愛證明安怎？迄是已經是伊對付間諜較有法度用用反滲透法，但是外國人代理法無共款咯。你確實，你像咱足儕物件，甭管是詐騙啊，還是講吼用。假的新聞啊，其實咱因攏做共款代志，一個要騙你的錢啊，一個要騙你的票啦，攏是騙啦，無啥物無共啦。因遮的人哦，伊也講對國外來講哦，未來應該的方式是咱愛成立外國人的代理法，因為你是代表外國的政府，還是講外國的組織啊？外國組織就是要來騙錢的嘛，對不對？反正你攏是代表外國的物件，你也確實你用外國的，你就愛登記。你無登記的話，我就一定愛，我就讓我唔免證明，是你家己愛主動來甲我登記。你無來登記的話，我就要甲你處罰你，因為你本來你代表外國的勢力來阮遮，不管是你一定有目的的嘛，對不對？唔是錢啦，就是票啦，無伊遐無啊無個的調佇來做遮有誒無誒代志。哦，所以我感覺未來吼，這個嘛是一個方向。是。主任，上尾1分鐘哦，你小講嘅吼，針對的這小紅書吼，安尼做了，我知影講，最近在用戶數量在增加呢。啊，這對着這個打詐是不是一個警號？講，安尼是不是會更較濟人互騙啦？所以要跟大家呼籲的講吼，其實就是能夠盡量用合法有保障的 APP 軟體啦。
好，我跟大家講啦，其實政府很用心在跨部會早就在做了，跨部會已經幾啊年啊。其實像我們的成效攻堅哈，不管是內政部、金管會、法務部跟這個數發 NCC 大家攏都就用力耶，所以其實我們的數據攻堅是大幅的下降。從去年炸防條例過以後7月底施行開始，我們起碼已經都漲到一半。你發生數據跟去年相比，已經減少了36%。阿里公財損瓜賊，財損比去年減少了57%，同月哦，今年的11月比去年的8月就減少了79億元。其實這個成果大家都看得到。所以攻堅這個是各部會、大家公司部門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對啊，攻堅呢，大家要幹我啦。是，那法律。